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好，大家就知好福起來咧，一切都有手機嘅當道，對身體好嘅啊，也係對環境好嘅當道，農產品也係農作物，愛同大家來手機分享。我想也咪係當到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親好福起來嘅一件事情哈。故所今日福起來咧，咪愛來同大家來手機一個平台，一隻平台係樣嘅呢，佢同大家來分享當道。菜地嘅無出奇切啊，托高嘅、鮮高嘅同優秀嘅，也都農民種出來嘅農產品，愛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個個來分享，今日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我們的11號友善小鋪的素貞姐，分享素貞姐。主持人好，吳大哥好，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壢的11號友善小鋪的長工李素貞。好，歡迎素貞姐來到節目當中哦。3號來是他合作的農友，是我們的碧螺村的這個吳大哥，分享吳大哥。好，主持人好，素貞小姐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於桃園碧螺村有機農場的吳國強長工。唔睇講，你係客家人咋嘛？係，我係客家人。客家人，係哪片客人？我係苗栗。苗栗講開了，係冇？係冇。好，分享2位來到節目當中哦。不過素貞姐，其實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是在桃園這個地方，在中壢這個地方來經營這個11號的友善小鋪。是。對，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其實一開始有跟大家提到這個友善小鋪啊，是一個平台，是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優質的農產品。你當初成立這個11號友善小鋪的理念是什麼？我想11號友善小鋪這個取名呢，基本上其實我們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社區的小店，然後我們希望是社區的，我們以社區的經營方式為主，那我們希望社區的居民可以走進來我們小鋪，靠2隻腳，所以就像11號公廁一樣，所以我們取這個為11號友善小鋪，這是第一點。然後呢，我們也期待就是說這個小鋪呢可以成為一個友善的空間，然後呢提供我們整個社區的居民呢，可以說從生產端到消費端，可以有一套就是建立起一套我們自己社區的所謂的飲食哲學。哇，這樣子，我覺得很酷哎，因為你剛剛說嘿，以沙溪是一個社區為範圍的概念，為什麼要特別定義以社區？因為我們那個區塊在林森路那個附近，那是在中壢的後站。那它其實是一個比較沒有什麼發展性的一個空間。那基本上我們是以2個里的居民為主，這樣子去進行我們的就是成立這樣的一個小鋪。那這個小鋪其實你說對外它沒有什麼太大的連接，所以它只能是以社區居民。大概我們事前大概了解，就2個里加起來大概1萬多個居民。是。對，大概所以就以這樣的一個居民為這個區塊為主。去成立這樣的一個小鋪，那希望說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友善的空間給大家，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對生態啊、環境啊等等有一些認識，這樣子。對，唔講到衝呀沙溪啊，就覺得有一點像是里民活動中心的感覺，有某種程度。大家也可以來互相交流，互相認識一下。對，喝咖啡但不聊八卦，不聊是非，不聊是非。對，喝着好喝的咖啡，然後還聊着生活上面我們可以怎麼樣變得更好。關於這些友善的農產品，是對，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會想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友善平台？成立的機緣是什麼？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對我個人來講，比較大的影響直接因素是在從大概2008年吧，那個時候就是其實那是大陸的事件，就毒奶粉這個事件。對，我想它蠻衝擊我們的人心的。是。然後事後呢，從那個系列開始，我覺得那個時間點之後，我們才開始真的比較去注意這個整體的食安的問題，對整體的食安、社會食安的問題。然後我覺得當然一方面也是我們有接觸到一些主婦聯盟的這種機構，那我們會這樣的單位，那我朋友的帶領啊，還有就是說他們的引導，讓我們會覺得說這個食安是一個其實已經是相對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是。那這個問題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我们就几个朋友就想想，我们就在社区就找了一个店，然后我们想说成立一个小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就是说我们可不可能通过这套我们想要去推广的这套饮食哲学，我们可能在社区里面还可以进一步去进行一种所谓的涵盖着这个生命、环境乃至商业伦理的一种反思跟我们的实践的可能性。那我们大概有一点小企图心，想试试看这样去做。那后来也是大概就是逐步啦。我觉得这个发展其实是进程是很慢的。整个到现在已经是进入第5年了。第5年，对。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们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很多方面来说，我想最现实的，就从对消费者来讲好了，消费者来讲好了。有一些稍微比较有机或者是对环境友善的农产品，其实它的价位就会比较高。那我知道中立其实是客家宗，东东客家给婆婆妈妈他们都非常的客家人，就是有一种节俭的概念。是，对，客家就都不得打送，爱全欠传家。所以当初在这个店面开到中立的时候，你有觉得有遇到一些困难吗？是，当然是很大的困难，超级大的困难。对。但是我想我们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做这一块，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要有点傻，有点傻劲，然后你会有一点坚持，然后你可能不是把你的利润看得那么重要。那当然，这前提就是说，你可能不是为了开这个店是特别要赚多少钱。如果你是这个目的的话，你可能这个店早就应该退出了。但是我觉得说，重点是说，在那个社区里面，因为我们是在那边生活，我是在那边生活的，我孩子在那边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跟居民还算不错的一个邻居嘛，很多都是邻居。那这种一种基本的认识跟互动性的可能性下，在我们去跟他谈这一块的时候，例如说有机或友善，那其实我很少特别去谈有机，我比较多的是谈友善，因为友善是一个比较相对容易理解的概念。那有机来讲，它有一个比较相对严格的法规的规范，那必须去遵循或去认识。对，然后我觉得说，基本上我们的居民对这个部分，他们接受度本来就不是很高，可是呢，重点是在于就是说，如果你让他去尝试过，我常常跟他们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其实可以1个月从买1次有机食材开始，或友善食材，你1年就少了12次自己跟家人被污染的机会，身心灵的可能，健康的可能。然后，如果你1个月愿意买2次，你1年是24次。可是你带进去的不是只有你个人，是你整个家族。你加一加，你想想看，1包蔬菜不过40元。那这样子相对来讲，你觉得那个健康的代价跟你付出的成本之间，那个收益性你应该是很清楚可知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让客户他们慢慢的就是可以接受。对，所以应该说11号友善小铺是整个饮食哲学，希望推广给自己社区的这些朋友们分享。而且我想每些饮力案内故手给卖的东西里面卖的东西给拼着就听说懂从也有里面的品质一定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你们在筛选要哪一些农产品可以进来友善小铺贩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筛选的规则或法则？当然有哦。我成立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透过例如说是主妇联盟他们这样的前辈先进的一个角色来带领我们或推荐我们某些友善的农场农产或者是农场。那我们去认识之后，我们就通过这些农场，我们再继续的往外扩展，就是说请他们帮我们推荐，因为他们是在那样的一个友善圈内，他们会相对的更认识或是更确实的了解，就哪些农场是运作是 OK 的。那第二个就是例如说像荒野保护协会这样的一个成员，他们这样的朋友就帮我们推荐，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农场的引荐。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重点是会透过像吴大哥这种大型的农场来讲，已经就是他们一定有一套很严格的有机规范，所以他们有一定的，例如说有机证书，这些都不在话下。但如果说它是不是有机认证的话，那我们不能说它是有机，那要说什么就友善。可是友善我们怎么去认定它的作物是 OK 的？好，那我们基本上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说，我们实地去探查，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那个它的这个生物认证。那实地探查有2个例子。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成立之初，我们进那个渔获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渔获有没有一个检验机制。那我们是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生产者的时候，他其实是
他本身不是渔民，可是他是就是说他是很热爱海的人，然后他在花莲，后来我们就接受他的邀请，我们要进他还不给进呢，他要我们先去看过，对，就看过他的流程，所以我们就到花莲去，然后他就带我们从一早到5点多吧，就到花莲的海域旁边，七星潭那个海域旁边，然后看着那个渔船定时入港之后，他上船去挑渔获，哇，他挑了渔获之后，马上就是他有一个大冰箱，然后直接就是载着我们再回去，新鲜的渔获，对，再回去他住的地方，他直接去处理它。那他整个来回的时间，他就是说要控制在1个半小时，不能超过2个小时。然后包括他完成好急速冷冻，入到冷冻柜内，这个整个的时间，包括车程。所以我想说，这个我们就看到他的用心和态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生物认证的话，我们曾经就是试着自己去种米，种稻，在大溪，对，自己实地去做看。对，但是当然我操作的相对少，因为我要经营店面，所以我操作的相对少。那是荒野协会的一个讲师，他去帮我们处理那一块。然后呢，我大概就是受的蛮大的那个挫折感。那个挫折感是说，因为他发现我很笨。没有，因为其实种植友善跟有机其实都还某按简单的事情。故说刚刚听淑珍姐这样子讲，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其实友善小铺贩卖的东西，全部都是经过精挑细选，而且非常仔细的，还去勘察他们种植的环境啊。而且刚刚有提到笋烘我们碧螺春农场的吴大哥，他还有有机证书认证的哦。故说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过再来谈一下唔太高嘅农场。好，分享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紹介同福起來咧，強要愛來推廣當到友善的農產品、農作物，本各位鄉親朋友嘅依照這個友善平台，它叫做11號友善平台我們覺得11號友善小鋪，不好意思，你知道應該來同大家來多多分享一下呀11號友善小鋪嘅一個故事。剛剛淑珍姐其實有在跟大家分享到關於這個你說生物認證的部分，那生物認證又是怎麼樣？你剛剛提到說你在大溪自己種米，然後遇到非常大的打擊與挫折。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朋友剛好大溪那邊有塊地，然後我們就想說試試看。有朋友跟我說，那我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來試試看？其實我完全都不懂，因為我是在台北長大的孩子，所以我沒有對這個是很陌生的。但是我們就想嘗試看看。然後我們當我們那一年收成，我們是採取純自然農法，就是無農藥、無化肥是基本，我們也不施肥。因為那塊地我們覺得它有一定的營養基礎 ，OK。之前也是用有機耕作，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耕作，然後委託這個是主要是一個荒野協會的講師他去幫我們進行實際的耕作，然後我們就是旁邊敲敲邊鼓這樣子而已，我們其實沒有做到什麼。我說挫折其實是因為有一次他叫我去，他說淑珍你都沒做什麼事，你過來拔拔草，第一個。草好長哦，好高哦，怎麼辦？然後第二個好恐怖哦，然後有蟲怎麼辦？對，然後蟲跟草是友善種植、有機種植一定沒有辦法避免的。對，然後踩進那個泥土的時候，你會發現說我就深陷其中。那叫什麼叫深陷其中？就是你陷進去，拔不起來，對，拔不起來那個。然後再來就是因為不太懂，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很有趣的是，到後來收成之後，人家都已經都要曬穀，我們都是就是用最傳統的方式去日曬。然後因為日曬你要看天候，然後那個天氣的時候，那個什麼，如果雨水絕對會陰天的時候，你就要很注意，我們都要站在旁邊 stand by。然後我要去翻那個土，就不是對不起，翻稻谷。對，翻那個稻谷不會翻，然後翻完之後被嫌棄到不行。這翻的什麼歪歪曲曲扭扭的，扭扭曲曲，你知道你在幹嘛？有的翻到，有的沒翻到。對，然後完全是0分，你知道嗎？然後就覺得非常挫折，不行，我一定要明天再去翻一次，第二天再去。然後他就說，今天有進步，好，繼續翻，那就翻谷就給你了，然後全部交給我。但是後來我覺得說，那個過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生命成長的歷練。我真的體會到，只是那麼一小塊，我就已經體會到那種農務的辛苦，還有就是不容易。那因為下雨的時候，我們就趕快去收，然後那個還有鋪帆布。對。
其实卷不太动的，可是要想尽办法，你使尽力，你就是要把它想办法做好。你就一个人？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去，然后后来我就去求救，去找邻居求救。那里有一个木工的工作坊，那他们人很好，他借我们场地，还要借我们人力来帮忙收拾。对，那我觉得说那一次之后。可是我们中等米那一次，我觉得那个口感真是好吃，因为我们都是碾胚芽米，那大概就是碾白米跟糙米之间，然后我们是不会碾白米的，原则上，我们小铺也是以贩售胚芽米跟糙米为主。那我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的成长。然后我们看到在收割的时候，最主要讲到回到那个生物认证的问题，就是你会看到当收割的时候，那个整片的田是蜻蜓、虫子什么整片飞起来。包括有时候有小鸟会栖息在上面，你会整片的生物在那边飞舞，你会觉得说好感动，那个场面是让你很感动的，说哇，这个原来收割这么美，虽然很辛苦，对。那我们草长到那个连收谷机都不愿意，收割机不愿意下田，他说我们那个没有拔草，然后那个草已经那个木质化了，所以他说怕伤到他们的那个机器，对他不想。后来我们就人工下去，慢慢割。觉得很恐怖。不过呀，就像真都头白穷用，因为以前在你的农药没按发它的时间，我们的农药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你头白太敢没很按用你收割的时候就会有懂到虫呀、雕呀，整个生态非常非常的热闹。过时候呀，太敢可能后去看你种的东西、你色的东西跟田的时间，都得去看一下，改个生物有没有非常的丰富，对不对？这是大家一个自己认证的一个方式。对，然后在田里时常就会看到蜘蛛网，然后就会看到不是瓢虫，那时候稻米里面没有瓢虫，而是说主要是蜘蛛、青蛙。都会有哇，小鸟是最多。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是那个生态会让你感觉到，原来只要我们愿意友善这个土地，它回馈我们的何止是友善2个字而已。是。那我想，太狗听说没看懂斗虫哎、屌哎、怪哎呀的，对不对？你经营有机农场，这个会不会看懂斗？对啊，看懂斗啊。不过这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人家有机农场係真正有拿認證的哦。其實我拿到人認證冇按過。因为其实，在台湾地狹人稠，所以我们的土地很有可能会受到隔壁土地的影响，所以其实通过呀有机的認證，其實真正係冇按過的。嗰時候你用有機的方式種的哪一道東西？我種的東西非常廣闊，因為我做有機已經做了20幾年了，快30年了哈。那我們早期在種的時候是沒有所謂有機這2個字。那我們的出發點只是要做一個農業的環保，讓在農業裡面不要用農藥，不要用化學肥料、荷爾蒙劑這些東西而已。後來慢慢的政府的引進之後，政府的介入之後，才慢慢有這有機的這個規範。那這個規範是從在種植當中有碰到很多的問題之後，然後再去改善這些法規，慢慢越來越改善。可是台灣現在法規改善到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個法規。真的？對，台灣的有機的嚴格，它可以到整個裡面的食物裡面是零污染的。完全不能夠有一點農藥的幾百萬分之一的農藥的殘留都不可以，所以說我們在做有機的過程當然是很辛苦啦。不過在這幾年一路走來的話，那種辛苦是沒有辦法去講的。可能每天都有一則故事可以講，可以寫的很多故事。但是就是說，我們人類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個狹小的土地上，那大家如果在拼命的一直去污染。而不去照顧這塊土地，大家只想要從土地拿到好東西來吃，而不去愛護這塊土地的話，其實這塊土地是沒辦法供應好東西來給我們使用的哦。像素珍姐她講的，她的人生體驗哦，稻子長了很多雜草，那她就知道說，以前現在的人都不用去除草，直接農藥撒一撒，就不用除草了啊。那現在他們回歸要去除草。哇，看到這個草這麼多，我要怎麼去除啊？對不對？等你想要除的時候，已經草比稻子還要高。對。所以說這種種讓他體會到，原來這些米如果是有機的米，它貴有它貴的道理。那一般傳統的它便宜有它便宜的道理。為什麼它不用除草嘛？那它盡可能一直在破壞環境。所以說我們在做有機農場裡面，我自己本身的有機農場裡面的產品，我有做茶葉啦。還有豆芽片、茶葉啦，
好香菇啦、蔬菜啦、季节性的蔬菜啦，还有一些加工品，我们客家人的加工品，哦，比如酸菜、酸白菜、福菜、梅干菜呀，然后萝卜干都有哦。所以说这些加工品，我们把有机的产品过剩之后，我们把它处理到加工。那加工之后，我们又可以吃到另外一种的发酵的风味的食品出来。哦，这个是在我们在做有机当中，我们是要去爱护这块土地。对。哦啊，所以说在我自己本身的农场的底下，当然我以前要做有机的时候很辛苦，也是受到社会大家的支持，我今天才长大的。啊，那我现在我回过头来，已经50几岁，回过头来看到哦，一些青年农民想要投入的话，我们也很积极的在帮助他。哦，如何你来投入啊？投入进去的时候，东西怎么销？哦，我们首先一个条件给他，就是说，你只要去种，把你的专业技能、专业的技术把它学好，把它种出来之后，销的部分你不用怕，我们可以帮你负责销售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当人种有机倾向的就是爱。卖不出去，连通路你们说到几雄厚哎，会种啊卖不出去，好，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哦，像现在这段时间菜比较滞销，那我们就做加工，把这些菜拿来做加工，换成另外一个层面啊，或许就我自己开一个小餐厅，把 vegan 的我餐厅开的特色是无蛋无奶，没有基因改造的食物，完全是蔬食的这一个的有机的蔬食的这个方面，去让大家来享受哦，原来有机蔬菜就是不用放任何调味料，烹饪出来就是这么香，这么甜美，这么可口。哦，这个是我自己的出发点，现在一直在走的这条路。韩国人看好，唔太高级种的有机的东西啊，因为迄有机的，不过含迄真景非常非常的漂亮，比如讲청야，对，这个莴苣，大陆妹，大陆妹的部分，对，佢一抹的啊，看起来完全冇，比如讲청야不看，慢慢没有种一些的菜，佢们係尽量用吃盐的方式来种，不过有阵时你就会看到蛇肉，会看到瓜牛，对，然后那个叶子啊，它就会，就算它没有撒农药，不过莴苣抹嘅黑毛抹嘅千疮百孔，对，佢还会有一点点受伤的感觉，不过牙嘅抹嘅看起来冻僵，那这个是个观念，对，我们就说。因为我也不是学农的，那我投入农业已经快30年了，那其实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人吃什么食物一定得什么病，记住，我们人吃什么食物一定得什么病，那做什么坏事一定得什么因果，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跷板的原理，平衡的，那你放什么肥料一定会生什么虫。一定的道理，所以说我们在一个有机农业里面，我们不去管理虫害，我们是管理肥料。那你的肥料有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自然虫害病害就会没有。那你吃食物的时候，你只要小心的吃。所以说我们人的健康管理哪边？管理嘴巴。那土地的健康是管理肥料。哇，古时候根本看吼，唔太高级，去甲种有机的一条观念嘛，就同各位观众朋友来分享哦，真也是非常非常乐意同大家来分享嘅唔太高。古时候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含卡到好食、好品质好嘅农产品，要同大家来小记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11号友善小铺的这个素贞节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还讲咱我依边呢是安利碧螺村有机农场的太高，每二来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当到有机农产哦。好，刚还有讲到吼，其实我们这个11号友善小铺有当到嘅农产品，要同大家来分享。今日当然没有带过了，要带来跟阿群妹 Q 哈，要不阿群妹。总得吃到好吃的东西哦。故事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先请素贞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友善小铺除了这些农产品，其实还有一些简单的农产的加工品，大概有哪一些的项目？
你只说农产品跟加工品对，其实我们农产品大概就是说蔬菜，像吴大哥这样的农场，然后例如说你刚刚看到那个紫色的那个是栗子地瓜，那就是高雄的六龟来的农场来的，对。那这个番茄呢，和那个前面那个小番茄，它是宜兰五节的农场来的，做蔬果，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地方来。那通过这些农场的农产品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是农产加工品。那加工品的部分呢，可能我们在选择上就要更谨慎、更小心。那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有防腐剂，不能有色素，不能有香精，或化学添加物。其实还蛮严格的。基本原则是这样。基本原则很严格。基本原则是这样，我们尽可能希望，然后就是你的调味就是油、盐、糖、醋。这些基本的这个我们讲说比较自然的一个调味的调味品之外，那这个您看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地瓜呢，这是有机地瓜脆片。哇，这个地瓜脆片我没有看过，没看过暗盆呢，有没有？它其实很厚哎，对，它有一个厚度，它才会有一个那种口感。那基本上它不是那种一般市面上薄薄脆脆那一种啊。那它很有口感，那它基本上是云林2轮的有机地瓜，它也是台农57号。那基本上他们农友呢，就是说他们种出来的地瓜，有时候就像刚刚吴大哥说的，他没有办法全部削完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一定要做加工品。对。那他们做出来这个加工品，我们找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的，因为我一直在找，就是能够希望它的食材来源是有机。所以我刚刚听到吴大哥讲还要做加工，我超级开心的。对，超级开心在里面。有新商品了，对不对？对。然后那下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卤味。对。为什么这个卤味为什么会有卤味啊？卤味基本上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小铺那边很多是妈妈，是上班族啊，他们很需要一些即食品，或者说回家可以很方便，或万一他临时不想煮饭的时候怎么办？然后那个卤味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最近才找到的。那原则上它就是说它是以中药材去作为它的个基底去处理，那它也一样，就是刚刚讲那几个原则，我们要求它不能有这种调味的处理方式。OK， 它的东西呢，冷藏只能有3天。哇！那如果是冷冻的话，我们最常建议12天内你要吃完。我没有办法让你冰冻1年，这一点比较抱歉。对，非常非常的好吃，口感应该还可以。对。然后你也可以试试看，那边也有那个鸡肉的部分。对，鸡肉它只有今天我们很感谢台南龙崎的那个野四奇鸡这个农场，那个。他负责人他非常的大方，他送了2只鸡来，然后这个就是切块的盐水鸡跟那个烟熏鸡。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烟熏鸡，加个 set， 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对，它烤的整个颜色都已经上去了，看起来就是懂想你。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肉的来源吗？它基本上它鸡肉来的第一个，我们的鸡肉或是鸡蛋，第一个你一定要是人道饲养，就是说你不能是隔笼的。OK， 然后这一家它是这个农场它是全放牧的，所以它的鸡肉其实是还蛮 Q 的，蛮好吃的。好 Q 哦，真的好好吃。好吃，对，那是鸡肉的部分。那它友善养殖，刚刚讲过，它一定是人道养殖。然后它的农法就是说，它提供给鸡只吃的，它其实是用友善农法种出来的东西去给它的鸡只吃。哇，连鸡吃的东西全部就会友善港中。对，它是有到这个，因为它是有认证的。那这家鸡场它比较特别，它有4个认证。合格的电宰、友善的农产、安全的畜产，还有刚刚讲人道养殖。哇，那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鸡场。然后我们也找很久，那朋友其实都还蛮喜欢它的东西。那你再看到那个bagel，对，那个bagel是最近找的，它是中立的一个。这个 bagel 的颜色，你刚刚说基本条件是什么？没有色素，它是紫薯。哇，紫薯，对，它就紫薯和进面团里面黑甜眼跟然后你看到那个有颜色的那个小块的那个是蔓越莓干，蔓越莓果干，对。然后旁边你涂到这一块有涂到的是乳酪酱，那个乳酪酱也是生产者就手作者他自己手做的东西，好，所以你可以试看看，对，那个口感。那这个是紫薯的蔓越莓果干的这个 bagel，因为其实外面的 bagel 都會有香港嘅系列，它会有一点太过扎实。对，你看有些 bagel 塞起来，它是比较 Q 的，比较有嚼劲的，而且不会懂硬，就是它其实是比较软，没有像外面那么的硬的感觉，会咬懂 Q。是，那它基本上重点是它低油低糖。那旁边那一小块呢，其实那个是原味的，那这个是专门提供给糖尿病患的。因为这个手作者，他其实有机会你们也可以采访他。他因为认识他，他基本上他就是说他的东西是有提供给医院
好，就是给病患食用的。那这个是针对糖尿病患他去开发的一个研发出来的产品。所以是用原味的方式，然后它的东西一定所有的bagel都是低油低糖，这类到那个面的那个香味，对，非常好吃，就可以吃到它原始食材的原初的那个。对，而且真的没有太多添加的香味。其實我本人食到同到 bagel，也係有非常多有 Q 味的 bagel， 跟 Q 味的 bagel， 你一吃下去，你就會覺得。其實它的香料味其實有點重，有點衝鼻子的。對，那你其實完全收唔到面的香味，點都暗用的東西，其實你都以最原始的味道、最單純的味道。它其实只有出烤箱的时候，你可以闻得到一些香气。像我们到这边来，其实根本就没有香气，你闻不到。在嘴巴里，在嘴巴里，你一定要吃了才有。那基本上，其实食材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自然的食材，或者你制作的，特别是制作的方式。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泡菜呢，它叫黄金的那个是黄金海带丝。海带丝。对，那当然它已经是其实在市场上它是相对有名气的，它是网络在有一年的评选里面，小菜是评比第1名的。哦，好好吃哦。对，那这个呢，今天我带的是蒜味的，就是有加蒜的，是属于荤的系列。那它还有素的，因为之前我就跟那个生产者说，我希望有素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做一些素的泡菜？然后他说他现在因为调味料是荤，主要是有蒜头。那后来他就试了用姜加一点点 wasabi 去调。对，那今天因为那个口味都被客人买走了，所以来不及带来，全部就是热销商品，不好意思，所以只能带到这一个。奶枪色亚的东西，阿 Q 们感觉到我好想去友善小铺逛一下，超想去11号友善小铺的，所以就算不是社区的里民，也欢迎大家一起去吗？是，当然是对，所以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还有像豆腐乳，是不晓得，而且还有那个味噌，它基本上都是非基因改造黄豆是基本要件。这是第一个，然后这样子做出来的加工品，我们会觉得相对健康，比较安心一点。真的，谢谢。就像淑珍姐有设計按到的東西，除咗有也有農產品啊，同大家來分享以外，其實啊，也都還有懂得發通哦。其實還是有活動的部分，對不對？對。我们基本上大概从早期我们是大概有读书会，因为我们读过食物的营养然后我们也读过自然农法。我们也读过相关于基因改造，去认识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就是有一些读书会的活动。那我们后续呢，还有就是采果的活动。那我们还有就是说，希望能去建立起食物哲学这样的一个课程，儿童大家来分享。对，然后我们其实分2块，一个叫做儿童哲学，一个叫做食物哲学。那我们这个大概就是会跟这个健康手作，就是这个你刚刚讲那个 bagel， 那个 bagel 的这个讲师，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社区有一个安亲班。我讲说我们是在地经营，我们就找了一个安亲班。那因为从那里才是有一个可以更多的家长来互动。那因为我们小铺很小，小铺其实只有2坪，很小，没有办法办太多活动，所以我们都是借用人家的场地，然后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然后一起来认识，不管是烹饪也好，食物讲座也好，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希望进行就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课程，对，就跟居民可以去互动。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一般的这些课程啊，这个食物的哲学，泰尔剧州的11号友善小铺。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吴大哥的这个碧螺春有机农场里面啊，没有太喜呢这个体要没发通州的同泰家来分享哦，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办很多的农场的采蔬菜啦、采水果的体验啦，还有认识蔬菜、认识田间环境。可能每周得看到很多小动物们，对不对？有，像我农场里面的话，每天好天气的话，每天早上清晨都差不多有上千只的小鸟从那边走过。上千只？对。那这些小鸟当然它有荤的有素的所以说它没走过的地方的话，其实我农场里面的虫害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因为每天有那么多的小鸟它来经过，有吃素的，就是要吃菜的叶子那吃荤的是吃菜里面的虫，所以说它就把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起来了。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大家看到小鸟来了都会去赶它，好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在观察，在看的时候，原来小鸟来了有这么多的好处。好，比较靠路边的，
就有虫害，为什么小鸟怕人类的干扰？哦，比较往比较里面离路比较远的，哇，完全是非常好的一个天堂。我听吴太哥按你讲，就想去给农场去行聊聊的哦。故说今日真的谢谢2位神农2位来到节目当中，好，谢谢。同大家来分享按优质的农产品韩国平台哈。因为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时间休息一下，等下听你运通先生，接下来做运通了。